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综艺圈阿群妹。今日嘅节目当中，要同大家来分享一个本人心情当好嘅东西，也下啲人嘅业样旁地度。我想要按用屁一口气，我就知道神清气爽，心情当好。因为也是一个天然嘅一种臭味，这种臭味很多香茅，还有今日嘅香茅係哪片來嘅？係對呀南投來嘅，睇家啲南投呀好山好水，竟然還有種呀動大量嘅香茅。上來也後背有按到乜嘅故事，要同大家來分享來小見哦，細細嘅來分享。今日嘅節目度有請到嘅來賓，就係劉創坤劉大哥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劉創坤哈，今日就介紹大家了解呢個香茅醋。嘿，歡迎劉大哥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。一開始我就要來問你啊，因為也按多年來香茅大家就應該當熟悉誒，可能天地度就有啲嘅種香茅，不過也一步嘅有新嘅東西出現，叫做檸檬香茅。檸檬香茅，兩項東西度好，都有啲嘅種。故說節目當中就有一個細單元，叫做福氣便利店。我請劉大哥專家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什麼香茅同檸檬香茅有乜嘅無共用嘅素材，度好，今日全部都有帶來。亞數項一下就有兩種嘛，對不對？一種係香茅，一種係檸檬香茅。其實看起來就係兩種重重嘅臭味啊！我一個人看起來是不是冇乜嘅差別？共用。對樣板裝做得看得出佢哋嘅冇共用咯。先對屁香味開始好誒。你那係講愛啲兩種嘅種冇共款，其實都係攞落去 PC， 落去 P 冇共用，該米絲冇共用，一片兩片，我兩係。也係一種太也未下太皮嘅，也未下細皮嘅。較細皮嘅都先不要講，先唔好講，我先。冇共款，冇共用。按用皮起來就啲嘅。有檸檬嘅米絲，故說細皮嘅也未係檸檬香茅，檸檬香茅。也未太皮嘅，就是統稱叫台灣原生種香茅。台灣原生種香茅，而且其實你看也後尾嘅廣冇嘛嘅共用檸檬香茅它有一點空心，就是它嘅底度，我有看過底度很像蟲，很像蟲嘅底度的那個樣子。蟲嘅差唔多。好，不過本土嘅香茅好像就不是這樣。對，它比較密集，而且是很硬的感覺。比較硬，對，像硬倉啊，你看硬倉。不過就像按用米絲批起來就有當明顯冇共用嘅素材。不過香茅同檸檬香茅實際啲嘅用嘅時間有乜嘅冇共用咯？係用到哪一片咯？佢哋兩種哈，啲用冇共用法啦哈。你台灣原生種兩種嘅哈，都你拿來蒸餾。拿來蒸餾焗油用嘅。另外兩種都係後來東南亞兩片哈，東南做啲菜類的啦，香料啊，都從世界九層塔佢都是香茅。按用特殊嘅香味嘅調味料啦，故說檸檬香茅拿來食咧，傳統本土嘅香茅拿來用嘅。係啦，佢較油，兩片都較冇油。檸檬香茅，這個檸檬香茅冇乜嘅油好用。你有吃過？有做過實驗？有做過實驗，它油分很少。不過佢米絲比較嗆，它的味道比較嗆。焗油出來會較嗆。它嗆啊，我們台灣原生種，它的香味比較溫和。所以雖然看起來當香腸哦，不過佢哋實際上拿來用嘅用途係冇共用嘅。冇共用，錯。故說劉大哥啲南投就係主要啲嘅推廣香茅油，對不對？
嘿错。其实也香茅油头摆一冲动到人哋嘅用，头摆咩一冲做得穿动到钱，啊唔过佢谈讲係长久以前嘅事情咧。係唔係做得搶呀？劉太哥，難得來到節目當中，同大家來分享一下。其實香茅頭擺油本人按照綠金、綠金，就是綠色、強色的金誒，綠色的金子的意思誒。做得穿按多錢哦？錯。哦。因為香茅吼，在60年前，該下因為香茅油吼，我們因為香茅吼焗出來油啊。買到日本去啊，200斤的1桶200斤的油哈，賣出嚟嘅錢做得喺台灣買3合院的豪宅一棟。哇，豪宅一棟！那以現在你的經驗來說好了，劉太公因為做按度嘅油，你結構做得做按度嘅油，結構做得穿得到一間3合院一間4房屋嘅錢。哇，你都冇辦法咯，你阿拉講你。好買了香茅油來穿一棟3合院的豪宅哦，我看日生人做落來裝修出條温日一棟的3合院豪宅。故說講是200斤，可能就係差唔多半年嘅時間做嘅事，就有辦法穿得到一間4房屋3合院。差唔多，該下最興盛的時候啊。該下差唔多10月到15月吼，中間啊，做得做200斤起來。哇，那一下比起來，可能我穿1成人這做就穿得到。錯。故說頭擺嘅係一個當好嘅產業，大家都知道也係一個當好嘅東西。我小時知道日本去，大家就說也米西當好，啊係拿來做化妝品也得。該下日本老人你買去啊，佢。最主要能做人哋化妝品，化妝品佢過去裂解以後，就會化工以後，都純香的米絲，都冇香茅的米絲哦，變香的，個香的米絲，按各種的化妝品，能做得變落去，變落去啊！你都一樣，特色批到都嘅化妝品都很香，都做得，佢都拿來嚟做了，啊，還有一種都拿來做藥嘅，佢可以在裂解以後，佢啲香茅草佢是中藥草的一種啊，佢做得做藥嘅，而家你上網看到一朵啦吼，消炎啦吼，安神啦，弄一朵嘅。療效啦，你唔係種，唔係以前都做唔得去講療效啦。佢上網去看都提講，香茅草嘅療效是非常好，在它的用途非常好。日本家下都用啲香茅油去製造藥品。嗰時候也差唔多係幾多年前？差唔多啲60年前以上。繼續係你韓世嘅時間咧，一係你韓忙出世嘅時間，出世咧，7、8歲家下嗬，以前啦，家7、8歲以後就沒落了。這樣是你韓世嘅時間有看過那個盛況？有，你家下7、8歲攏天天咯，去老嗌爸爸去看，就割香茅啦，焗香茅啦，天天嗬。做啲奶茶拿錯都拿錯咧嚇，做較強爽咧。哇，嗰個阿坤爸有見證咧，台灣香茅的奇蹟哦，對不對？以前都也下雖然還有這個衰退了，也下冇按好嘅講緊咧。喺做乜嘅後來香茅嘅家私就冇按好嘅咯。你嘅香茅嗬，一下就一落千丈，都係認為。化學藥品，化學興盛啊！你香茅一下就一落千丈。而家你牛啦、牛羊馬家禽類的都不吃的東西啊，所以這種東西啊，你種起來啊，冇人愛啊，如果榴蓮都冇效啊，榴蓮冇效啊，都冇人種嘅啊，你要化工按到化學東西按，因為你按貴，佢化工一下都做得，可能有某個米絲都有嘅啊，唔使用到就一落千丈了。
一下子就掉下来。对对。故说你他也没冇继续做那件事情，没去做其他的工作，做其他的事。错，该下都掠熊猫都娱乐圈都无人做咧，该都就种人都啊做掠熊猫嘛，伊辛苦啊，就无人爱做咧，啊就断层了。对，那你们个时间又转到南投鸦片，又继续再过来做呀熊猫。好，你都会讲，爱要做咧熊猫就都会讲，921以后啊，我们地方吼就萧条啦，冇无人来吼，你冇无产业，冇无东西啦，我都想讲无，爱头摆，我爸爸就在做咧熊猫肉啊吼，该加拿货就契机啊吼，又留下来。咸菜啊！咸菜，我都古董的呢。就弄起来该契机，就组装回去，整理。可以种俩熊猫草，种到底下都差不多有5梯安多哦。嘿，都可以讲，你种落去，分下一代来看，你俩客家产业。你熊猫都会，你客家人的种的，头摆是高经济作物啦，吼你都农种拿去各种转来，像讲俩都天然的东西不要丢掉，再给它拿回来种，给大家有一个有天然的那个香毛巾有好用而已。哇，真劲哦！阿坤爸讲故事本大家，通本大家了解呀，头摆熊猫，生来有几好穿的，有几好嘅光景。不过其实也还是好东西啊，生来好多那一片呢。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同大家来小解哦。好，非常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總一權阿權妹。今日嘅節目當中，要同大家來分享呀熊貓油。最近剛好有聽到呀阿坤伯吼，同大家講嘅當道有關呀熊貓嘅故事，呀頭擺係用版好嘅光景，一下都看唔到嘅，咩同一下完全冇共用。不過呀好東西還係要一直留下來，咩好地呀留太過吼，安心嗎？要再個轉去留呀，鐵石嘅產業留佢復興起來。嗰時候大家將看得到，將批得到，將用得到也有東西。佢係唔係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？呀，一支嘅熊貓草嘅啊，生來按用版來焗油，真的是呀尾就尾，我就印象生來啲都有幾多油做得焗喏。哦，也係用版做嘅。你俩熊貓草哈，我拿去焗到油出來，實在講啊，冇簡單啦。你熊貓草從掠，你割起來哈，割起來曬日頭曬差唔多1禮拜。先曬日頭。先曬日頭，曬不該水分哈，曬乾。哦。再拿來放啲你嘅剪筒。哦。剪筒要用到剪筒，掠都係剪筒。好，掠都係剪筒，嚇，你嘅剪筒掠都愛差唔多，掠剪筒差唔多做得放600斤咧。600斤，因為藻草動態呢，差唔多2-3年按過。藻草做得放差唔多600斤呢批，掠呢批吼，將落去剪。用利用蒸汽萃取啊，掠多剪筒，掠過來掠片掠都係冷卻筒。哦，就是水蒸氣，有帶着熊貓精油嘅還有水蒸氣，它很熱，一落啊，那個溫度很高，一落過掠在冷卻筒，經過冷卻筒以後下來，底下還有一個油水分離筒。因為油跟水夾嘅密度冇共樣，油較強，較強會流到面蛋過來，水較重就會流下去。另外的管子。你嘅係做得本遊客去體驗咩？做得咧，銀行啦來嘛，做得咧
做体验啦。但是那个体验就是老熊毛草冰落去。哦，迄个草。啊，不过哎呀，它有一种胸片，哎，吃到可以有一点可怕，就是要三人嘿都要痛的底肚呢。嘿，人爱入去痛的底肚塌。哈？因为塌啊下背人哋弄火，一件弄忙。下背有火劲弄。嘿，啊，佢个水。人你当个劲塌。错。啊，人要帮你煮熟哦。你要搓件冰啊，那要落街下搓一件冰来落去，啊，人件哦。啊，都係很辛苦啊！啊，下背人件弄火吼，在底下嚟下背哦，有那個太鑊嘅，太鑊底肚有水，要滾起來。佢要滾上來，啊，人佢搓件冰，件塌到黏，塌到扎實，塌到黏到差唔多有600件咧，炒嘅醋，啊，將嚟鹹起來。我也下想象嘅畫面哦，對，幾三人都底肚按用勁塌。好，動手，再個冰落去，再個勁塌，塌吧，又動手，再個冰落去。啊，無然啦，唔冰錯，你都會落咗。哇！咁按用個塌結球。啊，都係結球，我冇結球啦，差唔多醃錯嘅時間差唔多20分鐘啦。還是很久，因為20分鐘就兄弟。係啊，人攏點解塌？係啊，所以你哋熊貓肉腳熊貓肉吼，都一辛苦嘅上色啊，冇人愛做嘅上色啊。嚇！哎呀，你喊自家啲嘅做一件事情。迄我都留向師傅來添做啦，就教師傅啦吼，啊師傅來添做冇，咪2家人啦，2、3家人。因為13年我收貨，13年啲蛋糕我見他。錯嚟。哇，原來哈腳腦油係按辛苦嘅事情，故說壓頭前壓根是真的是多麼簡單，將腳出來嘅一根熊毛油，對不對？呀，熊毛油真係。呀，佢嘅色木看起來是淡嘅黃色，也不是很深，然後看起來它的質地也不是真的像油那樣子很濃稠的感覺，看起來沒有一些像水嘅感覺。呀，就係辛苦叫出來嘅熊毛油。我來噴一啲咧，做得吃只噴到樹紅。做得。噴一下來批看下面是，哦，啲強哦。它完全沒有個刺鼻的味道，因為我印象當中，頭擺有噴過一條是有刺鼻味道的。錯。台灣呢，台灣生種，就很溫和的味道。好舒服哦。對。也有一些像水母哎，就是有種很舒服、很療癒的感覺。好香哦，感覺甜鹽嘅熊毛油。哇，啊唔過，其實 Noboy 剛下面有講到呀，這個化學的方法出現以後，當然動態部分取代了這個台灣嘅熊毛油。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因為化工的技術，按用熊毛跟米西也很有可能用這個化學的方法來調出來。故說想來問一下，呀劉太哥呀，有啲係天然嘅熊毛油，啊有啲可能係化學做嘅熊毛油。呀，就你嘅經驗，按用板來看，將看得出來，也係講批，將批得出來，也係講名，將名得出來喏。實在講吼，你我行業吼，我提供啲熊毛油真無真，實在講一難啊。你拿來一般吼，你拿來批，都香茅的味道啊，都熊毛的米絲啊，唔過其間有化學嘅啊。你啊化學一厲害，乜嘅熊米絲都做得做，連你嘅奶粉都做得出來啊！吼，莫講這個香茅的味道吼，實在講佢化工哦就很厲害。啊，一般哦，我批唔出來，都批到都熊毛嘅米絲啊，唔過那從愛做研究吼，喺愛批愛一下都冇批出來。我批出來是批有醋的米絲喎，醋的米絲，所以呢係重點。係啦，唔係干那熊毛的米絲，佢底度含有熊毛醋的米絲落去，我哋將些菌咧
啊，你要化工吼就很厉害啊。啊，这个一瓶啊可以去化成5、6瓶都米西都穷款的呀。哦。所以你啊，你爱留化工比价格啊，你。比唔上，因为也係全部真材實料，100%。還愛人工，當到人工這做的按用焗出來的香茅油，我真的覺得好香哦！我開始懷疑我以前聞到的係唔係對假的，因為這個味道是跟我頭擺想象到的完全冇共用，真的跟我認識的香茅油跟米西冇共用。其實成本我一開始看起來冇共用，我知道我頭擺看到的。可能比較濃稠，比較黃橘的。有。對，但是這個真嘅冇香用嘅，真嘅冇譬過按香嘅香茅油嘅米絲，故說也真嘅愛經過同辛苦嘅製作過程，啊，也哈真嘅要動手研啲嘅做嘅，還唔單槍按呢，連也有加辣火都會冇得咧，對不對？根本也有帶伊咧，也係嘛介伊咧，你都搶講。這是要去打獵是不是？你的阿坤香茅工坊吼，都係講愛分太出家下一代的人吼，來到你的阿坤香茅工坊來看，香茅有幾多種，米絲無相關，啊來看到你的該按到做嘅吼，用邊漸啊，你按到搶講，啊都係都開你的香茅醋嘅。加辣火，而家單味就錯嘅。啊雞片啊，雞要攪搭，加人都攪搭。哦。雞片雞攪搭，點解要攪吼？雞都人都攪搭，攪搭熟嘅雞都係愛困啲香茅吼，洗走以後吼，你要用掠攪搭困起來，來啊過去雞要慢慢咧調啊吼，轉過去來啊去困定，你香茅將會。差唔多炸死啊！也應該懂少研究嘅。你啊，無人哋種咧，你啊無咧，嗌雞片還要多些。也就複查在啲，所以也就係保留本體個看。錯。韓國唔單槍按呢，連腳也香茅油嘅也加辣火，韓國也帶下也火爐，咩也係無人會做嘅。你啊，你。最是創造吼，你看到了冇嘛？個地杯，個人都做頭啦。哦，做頭哦。人都做頭，因為香茅做頭吼，然一般咧做頭冇相關，因為做頭要做到，因為醋弄落去，佢火起來吼，要用滴一點。哦。啲因為做因為鑊嘅吼，啊啲本身會滴一點，將啲個人啲個上去。哦，啲個你個人都煙囪啊，吼，裝上去。啊，一般你嘅做頭是弄落去，個火你過去直接都標啲個人都你煙囪過去嘅。啊，你啊佢吼，愛幫佢滴一點。你要做咧，無人要做咧，你啊無人要做咧，做頭咧，你啊要做嘅人差唔多110歲的人這樣110歲，對他有辦法，他才有做過這個東西呀。哇！啊，你只做頭吼，你無人會做咧。哇！佢下都下，你喊老幾翕相保留下來。該下愛重組做落去啊！我爸爸佢嘛唔會做，唔曉做頭，佢要焗香茅油，他不代表會做這個爐灶。啊！我都去見問見搶問講，看嘛啥會做倆做頭，阮都是介下差唔多20年前啊，阮都是介下都80人，所以就介有一生啊，佢要做過，我迄個拜託佢嚟做，佢講佢80人無菜挑做咧，我講唔怕，你都來坐定，啊我係講人來見講，我見做見講見做，啊睇下。我都想講，萬一啲80人咧，我下一輩那愛個做事呢，無人會做咧，家下做嘅我都用相機啊，地波基礎啊，嗬，慢慢嚟一件嚟翕上來，記錄下來就錯嘅。記錄下來，我想下一輩那愛做事呢，嗬，
无银要做咧，断层啦。古时候呀，阿坤爸唔但枪做香茅油，还老也着清珍贵嘅也着历史啊，也着家拉货啊，然后佢尽量嘅保留下来。还有当到故事可以同大家来分享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转来。好，分享大家又真到福起来咧，我係做一群阿群妹啊，到夜下佢嘅樣旁都係係呀香噴噴嘅嘅呀甜甜嘅香茅嘅米絲，真正比起來當舒爽，是一種不刺鼻的，本人當不用輕鬆嘅呀的米絲。哎呀，香茅油唔但搶做得按樣，做油直接拿來噴呀阿坤爸，沒有做當到其他嘅產品錯冇？錯。比如講油呀，我頭前嘅係呀香茅茶包。茶包，係錯。呀，做得用來做茶包哦。做得。你底度有不用買個東西？你底度有多少有薄荷。哦。還有它香茅主要是香茅啊，放一點薄荷，還有甜橘一點點。因為我撈到那個檸檬香茅係拿來食咧，我撈到檸檬香茅裝做得食，我撈到香茅做唔得食，結果香茅拿來泡茶咩暗好食。其實你的香茅是你的中藥草，我們中國裡面的中藥草一種啊，所以佢能做得食。好香哦！呀，我嘅樹同我嘅水，同我嘅氣管，全部都係香茅嘅米絲，好香，好好喝哦！做茶包未做得？做得，還做得做嘛該喏？你的阿坤香茅工坊做出來，你香茅油都會拿來本人防蚊啦，吼。啊，螞蟻、蟑螂攏一揉好，佢都一樣啊。你就做茶壺啦。茶壺。就做枕頭，香茅枕頭。就是連睡夢嘅時節都做得睡到呀香茅嘅米絲都好。錯，對你人體非常好。還有香包，還有香包，你就做香包香皂啊，還有香茅，香茅膏。香茅膏有按到東西，全部就會用天然嘅香茅做出來嘅。這個是你們的禮盒，是不是？都係你客委會哈，有人來輔導，我都做出禮盒哈，不用條產品的底度啊。哇，就是一個香茅大禮包。對，客家香氣禮盒。就是整個就是本意香噴噴的，心情當好當舒爽啊樣。哇，你看呀，香茅原來做得做按到嘅東西唔但搶做得來用呀的產品以外，咩做得去呀阿坤北嘅農場，直接去看，還個直接去體驗人家講嘅。做得不用嘅香茅草到那個煮的嘅空氣都好嘛，對不對？還做得有乜嘅體驗喏？你遊客來吼，你攏接團體嘅較多啦，團體來吼，你就做 DIY，DIY 你就做小絲瓜，小絲瓜落去附着你嘅香茅香皂。送來，佢都一個小絲瓜，底度隆重係香茅嘅茶壺底底部，含有葉片，輸入嚟，拿去泡水泡以後，拿上來剩下那個葉脈，就是那個葉脈，那個葉脈放進去我們的皂機裡面起來，就一片的。樹葉的香茅香皂，哎呦，很會哦！差不多20分鐘都做得起來。很有文青感，而且又含做的老亞傳統嘅產業用腔結合啦，吼！你那啲焗油蓋下流出，你油會流一片，你嘅香茅露啦，就是香茅露水哈。讓我一滾，有水分離的時候，有水分的時候，那水就流到我們泡腳的地方。你就該泡腳池，太香酥誒！對啊，遊客來啊吼，你做得啲泡腳池吼，
保记伫遐泡脚啊。好棒哦！我看到叫油嘅桶嘅就伫後背。係啦，係。水就流出來。啊，都特色啲嘅泡腳，非常好。這樣子真係可以從水母嘅時節有香茅枕啊，做得是香茅嘅茶，然後做得用香茅油，腳還做得浸香茅水，佢個一朵嘢啊，個香香腳臭味啊，這個泡泡攏好睇，很舒服哎。這個泡攏做得，一朵嘢泡了過來泡。但是但是我們是採預約制啦，因為冇當日啲個農貨啦嗬，都那就遊客嗬就預約，我都間日落去剪呀香茅油，啊都分遊客啲個片嗬，泡腳，啲個做 SPA 啊，聽說愛先預約就錯嘅。超攏預約較多。幾多3人？差唔多攏10個3人13以上啦。有上時誒都3-4台遊覽車。按多。故說大家做得去預約嗬，又就發通嘅行程，就做得去體驗，又就有關香茅嘅，又就 DIY 啊，又就發通。啊，唔過喺講無限期嘅話，阿坤幫人就嘅香茅咩有啲啊，千有名嘅油記店嘅啲嘅賣，錯冇？錯，你誒嘛就麗人有機店嗬，佢嘛就來拿來香茅精油去上架啦，嗬。啊，佢嘛就做到外銷到馬來西亞啦、香港啦，佢攏有分店嘛，嗬。啊，所以佢嘛買得到啦。啊，唔過一間店嘅算係台灣動態間嘅呀，油記店嘅。油記店啲也攏各鎮啊，就鄉鎮市啊，嗬，一多幾百間咯。係，韓國佢對阿坤幫你自家對人嘅東西品質同要求。嗰時候聽說咩對你嘅通路品質咩愛同要求？哦，錯，你一般愛人係割大量出去嗬，大部分係攏唔限啦，因為嗬，人家大量人係割出去嘅，一個人係挑5根，啊，假使過來變過來，嗌都嗌假使都不會變忘睇嚟啊，嗌靠出價嚟賣啦，實菜嚟賣嗬。你做的，你本人買到100%嘅香茅精油。啊，唔過唔同一間油記店合作，係因為佢就真正係請同本人得到人嘅信任就錯嘅，相信佢就。係啦，佢都啲油記店嗬，佢都人係講佢是佛教徒啦，佢唔會學白來呀。係啊，我係這樣想講，他真的是佛教徒，有。打聽以後，真正佢是佛教徒，唔可以學白拿去攬嘛嗬。韓國佢有動到嘅驗證啊，有真正有去檢驗人嘅東西，有當認證去看下件事情。佢嗰間油記店嗬，佢講人嘅東西咪本來咪唔係我哋都做得落嚟，連續5年嗬，人我來考核哦，檢查哦。佢是愛來家愛做，人原料吼做唔得先冰落去哦，原料先放着，佢來看到原料放冰入去，啊落去剪到人油出來，佢拿人油拿轉去，仍然低度吼，買本期嘅東西愛品質一樣。哇！嗰時也係當驗嘅檢驗嘅規定咧，檢驗嘅規範。檢驗嗬5年，佢陸續我哋5年，然後攞檢驗以後啊，佢講5年過來唔是講檢驗嘅，人哋啊實實在有真件我哋得做。嗰時唔係按要求嘅品質，呀，你嘅通路咩聽說愛強用要求嘅品質，就做得保證你嘅東西係完整嘅，係就係你本來用辦做，佢就用慢慢就錯嘅。係錯，係將我互相信任啦。對。係啊，佢嘛一對原理啊，嗬，非常的信任。佢講5年以後唔實在，不用再給你考核就知道了。啊，你要另外來合作嘛，
不20年咯。哇，按久嘅时间，故说你看哦，对呀，相貌哦有兴趣嘅天使条件嘅观众朋友，可能也就当久冇用呀啲东西嘅，不过阿佢冇挨呀哈，佢每日批到。吃到、淋到，就吃到有一种很疗愈心灵的感觉，而且每次都当久冇用到诶，有一种很怀念当古早嘅嗰种老式嘅美食。故说根本也没什么，阿坤伯哦来到节目当中，同大家讲按到故事呢，谢谢哦，安子生。欢迎大家来阿坤相貌工坊来做啲料啦、看啦、食啦做啲卖产品啦，个香料片嘛。一朵风景区啊，我们有三级古迹糯米桥啦，老家冬树啦，一朵好了搞的有请大家去啊，南漂料啦谢谢阿坤爸，谢谢大家。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收看哦，今日节目就到呀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天天欣赏来做运动哦。节目好看冇啊？好看福氣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，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傾讚，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。